後田呢個自古以嚟都為仙氣澤備嘅地方，山峰永遠都係雲霧繚繞，林木永遠碧綠似翠。呢度孕育出嚟多種讓人安枕無憂嘅中藥，其中一種就係我哋熟悉嘅龍眼啊！嗱，喺福建呢笪地方咧，以前咧有條惡龍咧就出嚟興風作浪噶喎。咁咧由於咧佢好曳啊，於是乎咧有個少年咧就叫做桂圓嘅，就出嚟將佢殺死咗，仲將佢嗰對眼咧就挖咗出嚟噶。咁但係由於條龍咧太惡啦，呢個少年咧亦都係壯烈犧牲咗噶。咁喺呢個龍死嗰笪地方咧，咁巧咧就長咗一棵樹出嚟喎。嗰棵樹嘅果實咧，嗰個核咧就好似龍眼咁樣喎。於是乎咧，啲居民咧就叫嗰種果實做龍眼啦。而為咗紀念呢個殺龍嘅英雄啊桂圓咧，亦都將呢種果實咧叫做桂圓嘅。龍眼係莆田嘅三大名果之一，山野遍植，遠望一片葱鬱。古代嘅南方人將龍眼稱為荔枝蘆。原因就喺福建古代地方志《八閩通志》中早有記載：龍眼樹似荔枝，而葉微小，皮黃褐色。荔枝才過，龍眼即熟，故曰荔枝蘆。盧醫師啊，我咧就好中意食龍眼噶喎。咁其實龍眼咧喺中醫藥用方面咧有咩用嘅咧？哦，燕肉咧係中醫入邊一個非常好嘅藥材嚟嘅。咁佢嘅入肉部分咧，一般係取佢嘅肉質，即係我哋講嘅燕肉。呢個燕肉咧，新鮮嘅燕肉通過烘乾同埋洗乾之後咧，就可以變成藥用嘅燕肉。咁樣佢嘅性味咧係甘溫嘅。咁我哋佢嘅主要作用咧，主要係健脾養心、養血寧神同埋調經補血。桂圓有補血養血嘅功效，最適宜咧係血虛類型嘅失眠病人，有頭暈、面色蒼白症狀嘅失眠人士，不妨可以試下。除此之外，脾胃唔好亦都會導致失眠。桂圓呢仲有溫中滋補嘅功效嘅。一般嘅病症咧就係心脾虛啊、氣血不足嘅，引起一啲健忘啊、失眠啊、心悸嘅呢啲病人比較適合。李時珍都話：滋益以龍眼為良，利用桂圓嚟滋補脾胃嘅食療都有好多嘅。比如嗰個龍眼肉可以煮糯米啊，煮糯米都得，哎呀，好味啊，好係一個甜品嚟嘅，佢好有健脾養胃嘅作用。係另外咧，龍眼肉咧仲可以同嗰個栗子一齊煲湯，即係龍眼栗子湯有補腎健脾嘅作用。另外，新鮮龍眼肉同大棗、核桃、蜂蜜、蘋果等等都係幫助入睡嘅佳品。睡前呢可以食少少葵花籽，亦都能夠起到安神嘅作用。晚飯飲少少小米粥，對睡眠幫助就更大啦。天然安眠藥唔單止陸上有，響浩瀚嘅大海入邊，千奇百怪嘅海產之中，都藏有助人安睡嘅妙藥。好多人都知道，海岸要曲折，山海交匯，跌岩多姿先至好睇。福建就擁有中國最曲折嘅海岸線，總共唔過500公里左右嘅直線距離。彎彎折折，竟繞成3000多公里，而當中最曲折、最悠長百轉嘅海岸線就係霞浦啦。霞浦啊，係福建省有最長海岸線嘅一個縣嚟嘅噃，咁有咧海產咧有500幾種咁多噶，咁而呢度咧就係佢個內海啦。喺我身後邊有好多魚排，就養咗咧各式各樣嘅海產啦，咁其中有大家都好熟悉嘅鮑魚。內海養海產有佢獨特嘅優勢。呢度地形比較封閉，因此風浪比外海仲要少得多。即使喺颱風季節，呢度嘅魚排基本上都唔受影響。點住成片嘅魚排中嘅船屋，就係養魚人住嘅地方。魚排底下嘅海水好深，海水之中隱約可以見到有好多黑色嘅箱子，箱子入邊藏住嘅咧就係鮑魚啦。它這個海帶，它就吃海帶啊，吃海帶，別的東西不吃啊。這是它的材料。冇諗過肉質鮮美嘅鮑魚，竟然係個素食者。呢個鮑魚嘅魚排附近有大片養殖海帶嘅魚排，得天獨厚嘅條件，令鮑魚天天都能夠食到新鮮嘅海帶。
够了是吧？够3天吃的。够3天吃的了。这每一个笼要钓上来这样喂。天天喂。那这里有多少个？好多个笼子了30千。啊？3000多笼。3000多笼啊！啊。那你是不是等于就是每天就这么从这儿开始，然後又從步又開始又回來，然後又回來這樣養它啦。啊，對。養鮑魚嘅工人好多都係山東人，佢哋喺魚排上面一住就幾個月，因為鮑魚適宜嘅溫度就係響攝氏8至到24度之間。鮑魚響4月底就要搬家，搬翻去山東比較涼爽嘅海入邊。到咗初冬，山東嘅水溫降低，鮑魚又要搬翻去福建。搬完4次家，鮑魚就長成收穫啦。李醫生啊，嗱，好多人都好中意食鮑魚啦，咁啊，除咗係味道鮮美之外咧，仲好滋補嘅添啊，係，佢係可以做中藥用嘅。佢個殼咧係叫做石決明，佢嘅作用咧即係治療血壓高啊、頭痛啊、頭暈啊都得嘅，仲可以治療嘅修煉心肌啊同埋明目嘅。哦，收斂生機即係話，如果有傷口都會好得快啲添啊！嗬，哇，仲可以明目喎！係啊！哇，真係非常之有功效喎！咁係咪人人都可以用到呢個藥嘅咧？咁都唔係，佢有啲病人咧就唔食得，比如講咧即係脾胃虛寒啊，同埋消化不良啊都唔食得。石決明屬於貝殼類嘅中藥，質地堅硬，有安神重鎮嘅作用。如果你受失眠所擾，而且伴有心煩、易怒、口苦等等嘅症狀，咁你就係屬於肝火旺類型嘅失眠人士，可以以石決明配適量嘅豬腦、天麻煲成湯，可以收平肝潛陽之功效，對肝火旺失眠症好有用嘅。我哋一生之中有1/3嘅時間響睡眠中度過，但係目前人對於睡眠嘅認識就好少，經常陷入一啲誤區，比如飲酒助睡眠、補充睡眠等等。睡前喝酒雖然能夠縮短入睡時間，但係會令到睡眠變淺，中途多醒。酒精作用消失之後，仲會引致失眠同埋多夢，令到總嘅失眠品質下降。人體需要一定品質嘅睡眠，睡眠唔能夠儲存或者預知。嗰一種預咗為咗捱夜，提前幾小時或者通宵之後先再補充睡眠，既無法挽回生物鐘紊亂導致嘅不良後果，亦都對身體健康冇益。失眠僅為都市人睡眠障礙中嘅一大類，而另一大類呢，就係白天過度嗜睡。嗜睡係好有可能係傳遞身體其他疾病，例如睡眠呼吸暫停綜合症、發作性睡病等病徵嘅信號，同樣應該引起我哋高度嘅注意。八姐最近你好似靚咗好多喎，氣色好好喎。係嘛？可能係因為瞓得好嘅關係啦。係啊，其實睡眠係最好嘅美容藥嚟㗎。係啊，真係啊。不過你知啦，楊院長，而家都市人嘅生活壓力真係好大㗎嘛，好多人都有失眠嘅習慣㗎，但係咧又唔係幾敢食安眠藥喎。係咯，其實我哋可以通過啲穴位嘅按壓，特別喺瞓覺前咧，咁樣放鬆自己咧，其實對睡眠係好有幫助㗎。第一個穴位神門穴，位於我哋耳尖嘅上部嘅內廓，我哋可以輕按佢。第二個穴安眠穴就喺我哋耳垂後面凹陷處，亦都可以輕按。而第三個穴就係我哋手腕嘅內側，掌骨下端最突出嘅地方，就係心經上嘅神和穴。我哋可以對呢3個穴位進行輕柔嘅揉按，可以放鬆自己，有助睡眠嘅作用。第4個穴位，我哋可以曲掌拍打位於我哋手臂嘅正中線，手踭內側嘅心包經，就可以排解唔開心嘅情緒，愉快入睡。至於勞宮穴，就可以用我哋握拳時候掌心凹陷嘅位置，對住我哋曲起腳掌時候，腳掌最凹陷嘅位置湧泉穴。進行上下揉按，可以舒緩疲勞，促進睡眠。以上呢啲穴位，每次呢可以按壓3至5分鐘，而且呢啲穴位
響人體上面係對稱嘅，可以左右交替進行按壓。一個世代居住深山，族中醫生被稱為仙，藥方可以唱出嚟嘅神秘民族，佢哋嘅醫藥有幾神奇呢？呢一啲並唔係金色嘅海沙，而係治療腎病嘅妙藥。佢又係咩嚟嘅咧？我哋出海揾藥，坐嘅竟然係當地嘅航空母艦，究竟係咩回事呢？下一集荒草尋源更精彩。我哋睇中醫之前，千祈唔好食得咁飽，因為飽肚之後會令到消化系統受壓力，影響氣血嘅運行，導致脈象唔準確。所以下次睇中醫，千祈唔好食咁飽。